咦，梓潼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唔知咩？scan 呢個 QR code 就可以學多啲英文新字。我諗住星期四同同學比賽嘅時候，我可以得到第一名，仲可以登入 Super Billboard，仲可以攞一次蛋添。我都想學多啲英文新字啊！你可唔可以教我點用啊？其實好簡單，你想挑戰邊個 level 就 scan 邊個 level 嘅 QR code。例如你想挑戰 level 1嘅生字，就 scan level 1嘅 QR code。如果你用手機 scan 個 QR code，手機就會出現呢個畫面，你要撳一撳呢個單詞卡嘅掣，先可以去到學習嘅畫面。但如果用 iPad scan 就比較方便，會立即跳去學習嘅畫面。如果你諗住學下英文新字或者讀音，你就可以撳下幅圖，佢就會出現英文新字，你再撳下個喇叭，佢就會讀俾你聽。Enable。如果讀一次都未記得，你可以再撳多一次。Enable。呢個方法都幾好，可以隨時學，又可以按自己需要學習多啲英文新字。事不宜遲，我而家就去學下啲英文新字先。